各位朋友，今日置業家同大家推介一間超筍嘅3樓連天台磚屋單位，3房2廳，仲有屋苑圍牆式設計，路邊就有小巴同巴士站，景觀超開揚，無論係自住、投資都係極佳選擇。首先講下客廳，空間好闊落，牆身係溫暖嘅米色，搭配木質儲物櫃同藝術吊燈，簡約又實用。客廳玻璃門仲連住一個露台，望出去可以見到屋苑嘅景色，採光同通風都一流。跟住睇房間，每間房都係方正格局，鋪咗實木地板，質感好好又易打理。房間仲有大窗戶，望出去就係開揚景觀。細房都夠擺雙人床同衣櫃，無論係做兒童房定書房都得。廚房方面係實用嘅 L 型設計，櫥櫃乾淨企理，配備嵌入式焗爐、雙頭電磁爐，仲有雙水槽，煮飯空間充足。浴室就係整潔實用嘅設計，完全唔使反裝修。最正嘅係呢間屋連埋超大天台，天台望出去係開揚嘅山景同天空。日頭可以擺張台飲茶睇風景，夜晚仲可以燒烤睇星星，係市區入邊難得嘅私人休閒空間，一家人放鬆嘅好地方。講返位置，呢間屋喺元朗嘅村屋，有圍牆同大閘，住起嚟安全又有私隱度。屋企門口就係路邊，小巴、巴士站一步到位，去市區都超方便。價錢388萬就可以買到3樓連天台單位，無論係自住、投資都係一個好選擇。心動嘅朋友千祈唔可以錯過，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睇樓啦，手快有手慢冇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